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5篇着三娘毋通冤家。真热的热天，真喙焦，两只鹿仔同齐到水边要啉水。因相争要大声啉，煞生起冤家相斗。因咧大相斗的时，有几若只鹰鸟飞来在听候，就是无论倒一只输，因就有肉通食。因看到鹰鸟，就停止讲：咱着三娘，毋通要送鹰鸟做切草，着相疼，毋通相拼。